配合高雄捷运黄线途经高雄莲雅区的清洁队办公室，就要拆掉线位。72台本所车也要暂时刷去红线的停车场，说因为这路头有5公里远，会影响到清洁队员的救援时间。甚至有这队员呢，就把这本所车停伫咧市区的路边。环保局长是答应讲，会量早伫咧市区找到适合的所在来解决这寡问题。 本所车逐工中昼伫咧莲雅市场收本所，清洁队员伫咧车边将压淡本所的速度，就是爱准时去到后一个点。这座本所收煞了后，本所车爱搁驶5公里远，甲车停到红线的停车场，安尼才通休困。因为莲雅区的清洁队办公室被刷走、被拆除，目前莲雅区72台各种本所车甲清洁车暂时先停伫咧南红线的清洁队。你要放地啊，人上有土地通互你放，这地点无迄落土地啊啦。负责市区的清洁人员甲本所车，若要休困，就爱去红山，来回上无爱40分钟。议员接到里长甲队员的申诉，有时啊人员就将本所车临时停伫咧路边休困，若无就利用在本所去焚化炉的时阵休困食饭包，准备后一抓收本所的工课，有影真辛苦。议员黄文义伫咧议会质询的时阵表示，环保局向代替南区供应厂租备的临时停车位，共款无休困的空间。凤山停车场离我林雅区其实是有点距离的，不便休息、不便作业都非常不方便。有没有可能在我们所有的土地里面盘点出来，真的是可以让他们可以休息、可以停靠，也可以办公？司机没有一个地方休息，我们会尽快去找一个备案的地方哈。所以我们现在也积极在寻找，说看看在林雅区这边。 有没有一个其他的地方，我们可以有一个机动车辆去停的地方？因为配合途经莲雅区的清洁队主本的所在爱拆除改建，目前还未找到适合的用地。环保局长指出，在咧莲雅区要找到有够大的停车位，实在是真恶找，会赶紧找到所在，卖互清洁队员无用四界走踪。记者柯昭阳高雄报道。